珠海市包埋花園同建築物，足有7000幾尺嘅單邊位大花園別墅，全部都係精裝修嘅。後期將呢個花園好簡單咁去通鋪一下，呢個花園呢，而且係 L 型嘅大花園嚟嘅。後期喺呢度完全係可以實現喺屋企打籃球、打台球，包括埋打羽毛球，甚至仲可以種好多嘅花果樹木，咁樣喺屋企咧一年四季都有水果食，而且仲可以實現好多港澳人士想翻到嚟大陸退休養老，實現居家菜園、小庭園呢種感覺嘅。花園中間位置，我哋再去睇下正式翻屋企係邊一個位置呢？左手邊呢個位置嘅，呢套係二手別墅嚟嘅，業主已經將呢度做好一個停車位嘅陽光棚喺度噶啦。後期打開嗰個一鍵啟動嘅電動門，到時候將台車一腳入門去到呢度，就唔需要擔心你台車會風吹日曬噶啦。相對於後期搬入嚟嘅新業主，唔需要花好多嘅成本去重新執過嘅，而且呢個位置咗一個陽光房，呢個陽光房入邊嘅空間呢，已經足夠做多一個好大嘅套間嘅。當然平時喺屋企一家幾口聚會或者係親戚朋友商務上嘅國際友誼朋友喺呢度夜晚飲杯紅酒飲下夜茶，其實都係好舒服嘅。而且呢個單邊位別墅外立面全部都係大理石掛頂嘅，後期好簡單咁請啲園丁啊清洗一下咧，就仍然好襟身噶啦。嗱，行幾步梯級就可以翻到呢個單邊位別墅真真正正嘅休息區位置。咁講真啊，呢個門咧係有少少舊，後期將佢換咗佢就 OK 噶啦。咁餐客廳咧係動靜分離，設計得錯落有致嘅。我哋首先欣賞一下呢邊嘅客廳位置，客廳隔離仲做咗一個長者房嘅，長者房都係套間嘅一個設計。咁長者房嘅優勢係對住後花園嘅。咁平時你哋嘅長者啊，或者係親戚朋友啊，瞓呢個房間啊，望住出邊嘅園林綠化，其實好舒服嘅一個休息區嚟嘅。而且套間設計，呢個客廳全部都做咗清風系統噶啦，而且用咗優質嘅白色乳膠漆做牆面嘅。而且行到呢度咧，可以望到後花園 L 型嘅，所以呢套別墅無論喺邊一個角落都好，空氣質素係非常之好嘅。重點就係呢套別墅只不過係600幾萬，裝修保養方面其實真係做到唔錯嘅，全屋嘅清風系統各等全部已經同你哋做好晒㗎啦。呢個客廳我哋都已經見到做到3面採光嘅嚇，啱先我所講嘅大陽台，仲有呢度兩個角落都係做咗一個窗喺度嘅。咁夏天嘅時候打開呢啲窗嘅話呢，根本都唔需要開空調噶啦。嗱，咁過渡呢一個位置就係餐廳嘅位置啦。餐廳同埋客廳兩邊分離咗，動靜分離嘅設計嘅。餐廳開邊仲有一個露台喺度㗎，到時候種啲花花草草啊，一邊食飯一邊望住出邊，其實飯都可以食多幾碗㗎。介紹咗咁多別墅，其實呢個 U 字型嘅廚房啊，佢嘅使用空間係比較足夠嘅，一洗一煮一切，而且左右兩邊都做咗通風窗喺度㗎啦，包括預留咗一個好大嘅位置放一個雙門嘅大冰箱嘅。咁呢棟別墅係地面有3層，地下有1層嘅。如果想揾一啲出則繁華、入則寧靜，又係單邊位大花園，性價比又高，又唔想抌太多本入去裝修嘅別墅嘅話咧，呢套不妨過嚟可以睇下嘅。呢套別墅係位於珠海市嘅金灣區，附近亦都係有好出名嘅華發商都超市。咁華發商都超市咧係共有5層嘅，從平民消費到高端消費入邊，全部都係應有盡有噶啦。華發商都，我相信好多港澳人士，包括珠海人士都已經係聽到過呢一個商場噶啦。2樓主要係做咗2個套間，嗱，呢個套間咧其實可以做主人房嘅，亦都係做到3面嘅採光，左右兩邊有一個通風窗喺度，而且呢個咁大嘅落地飄窗啊，喺呢個位置放張沙發仔嘅話咧，望下出邊嘅園林綠化，其實好舒服噶。後期將呢啲家私家電啊，二手公司上門全部同你哋搬走咗，佢就 OK 噶啦。咁我哋再去欣賞一下呢個房間嘅套間洗手間位置，我相信好多女士咧都會比較中意
衣帽間空間比較大嘅。嗱，呢度已經係幫你通鋪咗一個連排牆嘅衣櫃喺度㗎啦，後期仲有好多空間俾你去打造其他用途嘅，包括埋入邊嘅空間係可以做書房都 OK 㗎啦。入邊咧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OK， 我哋再去睇下2樓另外一個休息區。呢套別墅總體上嚟講咧，裝修保養得係真係唔差嘅，後期唔需要抌啲咩成本嘅。呢個房咧就做兒童房就比較合適，因為相對於啱先嗰個房間嘅 size 嚟講，佢會細少少。三面採光嘅啦，左邊一個窗啦，然之後呢度咧連排嘅落地飄窗啦，包括埋呢度出邊啊，仲有一個小型嘅露台喺度嘅。平時打好晒呢啲窗同埋露台呢個門嘅話咧，呢個房間真係好通風嘅。而且咧仲係套間嚟嘅喎，所以呢棟別墅無論喺邊個房間住嘅話都係比較舒服嘅。我哋再去睇下3樓嘅位置，講一下交通方面。呢棟別墅去港珠澳大橋只不過係半個鐘頭嘅啫，好方便港澳人士翻到嚟呢度通勤嘅。嗱，3樓嘅位置咧係做咗一個房間嘅，呢個房間咧做主人房亦都係比較合適嘅。放一張2米幾乘3米嘅大床咧，空間仲綽綽有餘嘅，而且左右兩邊咧都有充電插頭喺度嘅，就唔會好似舊款別墅咁樣，只不過係單邊充電咁麻煩嘅。而且呢度已經做好陽台喺度㗎啦，平時打開呢個門啊，可以睇到出邊嘅藍天白雲啦，包括埋遠處嘅山景水景啊。呢個房間其實可以睇到出邊嘅海景嘅，包括埋樓下你哋自己屋企嘅後花園位置。咁呢個空間咧就同啱先我所講可以做主人房嗰個戶型係一模一樣嘅。呢個空間做衣帽間又得，做書房又得啊。後期就睇下你哋點去設置啦。因為無論做乜嘢都好，呢個空間係綽綽有餘嘅。呢個位置就係呢個房間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嚟㗎啦。另外最大嘅亮點就係呢度過去成排牆唔係實體牆嚟嘅，係一個通風玻璃。平時打開佢嘅話咧，呢個房間真係好舒服嘅，無論採光還是通風效果都係做到非常足嘅。邊啊，仲有一個私家露台喺度嘅，咁呢個露台咧主要係主人使用嘅，咁後期喺呢度做個洗衣房又得啦，做個私家庭園又得啦，就後期睇下你哋自己點樣去發揮啦。而且呢個空間啊，要隆重介紹一下，其實打開呢個門，行上呢個樓梯，仲可以上到樓頂，可以做一個私家露台嘅。所以呢棟別墅係真真正正到大花園、大露台、精裝修、拎包入住呢個效果嘅。再重複一下，呢套別墅係位於珠海市嘅金灣區，出則繁華，近則寧靜。因為呢度去華發商都只不過幾分鐘嘅啫，一腳入門就可以過到去㗎啦。入面從平民消費到高端嘅消費都係應有盡有嘅，包括埋中餐西餐。如果平時唔想喺屋企煮飯嘅話咧，出邊嗰啲商鋪啊都可以解決好多你哋衣食住行嘅問題啦，包括埋新鮮超市啦，或者係菜肉市場啦，去到樓下嘅商鋪全部都已經可以買到㗎啦。而且呢度金灣區好方便港澳人士翻到嚟呢度退休養老或者係各等需求嘅，包括埋做會所，其實呢套別墅都係合適嘅。喺呢個位置唔算得好繁華，但係基本上可以解決生活上各等嘅需求嘅。除咗呢套別墅之外，珠海大大小小嘅別墅，獨棟嘅、連排嘅、清水樓嘅，包括埋無批嘅，都係仲有好多貨可以俾你哋去選擇嘅。咁有興趣喺珠海或者中山置業別墅嘅話咧，評論區嗰度留言話俾我聽，或者係直接 WhatsApp 我就將你哋所需求嘅別墅全部鋪片俾你哋睇。因為大大小小嘅別墅，包括埋大平層，我已經係做咗好多嘅資料喺度㗎啦。到時候我一發俾你哋就可以慢慢去欣賞㗎啦。OK， 咁我廢話咧就唔講咁多啦，多謝晒大家抽時間睇我呢一條片，有你哋嘅支持，我相信會做得越嚟越好。